乡亲啊，过来是有关到花莲光复乡邦山湖1楼，这个县议员吴仁顺铺文来指出，讲县政府当时紧急采买便当的费用，28天是高达9100万，相当的惊人。啊，县政府出面来赔回，讲是议员误解了，实际金额大约是4000万。另外，花莲县议会今仔日开定期大会，议员张美惠批评着县长施正伟完全无发挥到救灾指挥官的功能。你说的这个是开口契约，就是你要用9100万的这个经费，这个灾害准备金来买便当嘛？不是这样吗？上台的美花莲县长施正伟今仔日花莲县议会召开定期大会，开马太安溪邦山湖大水专案报告。议员给施正伟批评伊未晓指挥。我要来热心的来救灾，然后被你花莲县政府挡。你花莲县政府说我没有挡义组团，我没有挡重要机具进来。问题是你指挥官功能没有发挥，而我们很遗憾，不断的。我们被抹黑。替县会同事发声，施正伟的表情真严肃，对在座议员讲心声。定期大会前1点钟拢是施正伟伫咧讲话，下边的议员拢神堂啊金上准备要合棒。专因为县议员吴仁顺伫咧面册铺文即期，为9月23到10月28天内底，县府开9100多万的灾害准备金，用伫咧救灾人员的便当。若是每一粒便当用100块来算，拢总买超过91万粒的便当，大工平均就超过32000粒的便当。这个就在这一段时间每一笔公帑、每一笔预算都应该要花在刀口上。我想这个是9月23发生当下的时候，这个赶快做的一个开口契约，这也是合理合法的。那但是至于有没有用那么多，我想这个都是有账可循的。县府赔会强调，便当费用是开口契约，不是实际开业。执行金额大约是4092万。针对各界团员阻挡义组团，县府嘛解说，已经和真侪义组团体密切合作，提供灾民和救灾人员食物，呼吁各界爱理性看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